今次要講一個自私嘅人。有一日，行入一間鋪頭買嘢，當時鋪頭唔太多人，揾到想要啲貨放喺邊，就行入貨架。當時有人企咗喺度，叫一聲唔該謝謝，呢個女人唔讓開，叫人由另一邊行。可能覺得人哋阻住佢睇嘢，定係條路係屬於佢。經過收銀，店員都講呢個女人好惡，我哋都冇佢辦法。幾經轉折，兜個大圈，終於行到去貨架前面。呢個女人就想走出去，要全部人走出去讓佢走。其實佢自己拎住啲嘢，又放晒喺地下阻路，唔搬開讓人行。其實就算一個人企喺度，空間本身足夠兩人，可惜遇上自私人，霸晒成條路，仲要全部人讓開俾佢，連店員都覺得咁巴閉嘅人唔應該出街買嘢。